弟兄姊妹、各位朋友，早晨！感謝神嚇，今日咧我哋一齊可以返到教會敬拜。咁過咗一個星期咧，都係好多雨水係嘛，好大雨嚇。咁今日咧有好嘅天氣，我哋都係感謝神。咁讓我哋咧都先安靜，係啦，我哋咧喺神嘅面前準備我哋嘅心靈去迎見我哋嘅天父。讓我哋一齊誦讀以下經文，我哋去讚美我哋嘅神。一齊，你們要稱謝耶和華，求告他的名，在萬民中傳揚他的作為，要向他唱詩歌頌，談論他一切奇妙的作為，要以他的聖名誇耀。尋求耶和華的人心中應當歡喜，要尋求耶和華與他的能力，時常尋求他的面。神啊，我哋要尋求你，我哋要敬拜你，求你垂聽我哋同心禱告。耶和華，聖潔公義，守約施慈愛嘅獨一真神，你嘅名何其美！你配受一切嘅尊崇同埋敬拜，萬國萬民都要俯伏喺你嘅跟前，天下萬有都屬於你。神啊，感謝你招聚我哋喺你嘅殿敬拜你，求你赦免我哋嘅罪，挪開我哋嘅勞苦重擔，喺呢一刻專注於你，全然敞開嚟歌頌讚美你嘅榮耀。求神你嘅靈喺我哋當中親自引領我哋，以心靈誠實與你相遇，喺敬拜中經歷你嘅真實。又求你賜我哋謙卑順服嘅心，學習你嘅話，以致我哋能夠更深愛你，更加認識你。求父神悅納我哋獻上嘅頌讚、感恩同埋祈求，奉主耶穌基督得勝名字祈禱，阿門。天父上帝，你就係嗰位賜下救恩、權能無限嘅唯一真神。弟兄姊妹，讓我哋一同起立。父神，我哋要敬拜你，高舉你榮耀之名，歡欣敬拜，全為父你，大有權能，憑着你藉愛只救我靈魂賜新生，諸天敬拜，全然述說父你大能。來吧，宇宙中聲謳歌高唱你心音，願父你的天國福音衝破黑暗，因光永相近，眾子靠賴救主一起高唱上帝恩，如榮耀充滿天空，充滿心中，全憑你權能，成就永活救恩。你是大能神，歡欣敬拜，全為父你，大有權能，憑着你藉愛只救我靈魂賜新生，諸天敬拜，全然述說父你大能。
你們得救在乎平歸回安息，你們得力在乎平靜安穩。神你施恩惠賜平安，你嘅愛從不間斷。我哋要讚美你，你嘅慈愛信實永遠長存。細細察看你恩惠遍大地，默默靜候賜恩的你。你說安穩平靜，能重生得力氣，由你應許教我身心奮起。信靠你每天給予我力量，萬事順服你的方向。縱有高峰危路，振翅高飛直上，你那恩典超過我願我所想。來讓我舉手，感恩歡唱讚美你的歌，全力地敬拜，編織歌韻遍傳達遠方。萬里千山也齊聲拍和讚嘆你是王，永遠國度尊貴都歸給我主。來讓我舉手，感恩歡唱讚美你的歌，全力地敬拜，編織歌韻遍傳達遠方。萬里千山也齊聲拍和讚嘆你是王，讓我傾心傾意傳揚你大愛。細細察看你恩惠遍大地，默默靜候賜恩的你。你說安穩平靜，能重生得力氣，由你應許教我身心奮起。信靠你每天給予我力量，萬事順服你的方向。縱有高峰危路，振翅高飛直上，你那恩典超過我與我所想。來讓我舉手，感恩歡唱讚美你的歌，全力地敬拜，編織歌韻遍傳達遠方。萬里千山也齊聲拍和讚嘆你是王，榮耀國度尊貴都歸給我主。來讓我舉手，感恩歡唱讚美你的歌，全力地敬拜，編織歌韻遍傳達遠方。萬里千山也齊聲拍和讚嘆你是王，讓我傾心傾意傳揚你大愛。讓我傾心傾意傳揚你大愛，讓我傾心傾意傳揚你大愛。大家請坐，讓我哋同心祈禱。親愛天父，創始成終、權能無限嘅三一真神，你嘅慈愛大過諸天，你嘅信實達到穹蒼。當我哋觀看你指頭所造嘅天，同埋你所鋪設嘅月亮星宿，我哋知道人實在渺小，但感謝神，你依然視我哋為至寶，賜下主耶穌基督為我哋嘅罪作挽回祭，洗淨我哋嘅罪污，以致我哋可以與你和好，更成為你嘅兒女，喺你永恆嘅國度有份。主耶穌，你係我哋生命嘅主，你深知我哋嘅過去，你知我哋今日，你更加掌管我哋嘅明天，我哋理應全然信靠你。縱然我哋每日經歷你嘅信實同埋恩典，但神啊，求你憐憫，
當我哋遇上困難或者危機，我哋總係用自己嘅方法去揾出路，而忘記尋求你。主啊，求你再一次堅固我哋，讓我哋知道你是神，你係我哋一生嘅依靠同埋幫助。無論喺任何嘅境況，我哋都能夠憑信心堅定咁等候你，跟隨你走人生嘅每一步。求讓我哋喺等候中經歷你嘅安慰，持守盼望，因為你就係守約信實施慈愛嘅耶和華。神啊，能喺患難中堅定順服等候你，係我哋畢生學習嘅功課。求聖靈教導幫助我哋，禱告奉主耶穌基督得勝名字祈求，阿們。神啊，我心堅定，我心堅定，我要唱詩，我要歌頌。當我哋遇上困境、遇到難處嘅時候，我哋會點樣做？我哋會唔會堅定剛強等候神啊？耶穌基督，聖潔美麗，無人能及，自我氣息，毫無保留，為我捨命。你的愛是我靈魂甦醒，患難中我能剛強站立。你的愛是我重新得力，黑暗中是我生命再次順利。我心堅定於你，眼目專注於你，風浪之中有你同行，不畏懼。我心堅定於你，我靈降服於你，在你懷中平靜安穩，我必得安息。喺患難中，我哋仍然堅信主必幫助，等候神重新得力。神啊，你係我哋嘅避難所，你係我哋唯一嘅依靠，你係我哋嘅保障。耶穌基督，聖潔美麗，無人能及，自我氣息，毫無保留，為我捨命。你的愛是我靈魂甦醒，患難中我能剛強站立。你的愛是我重新得力，黑暗中是我生命再次順利。我心堅定於你，眼目專注於你，風浪之中有你同行，不畏懼。我心堅定於你，我靈降服於你，在你懷中平靜安穩，我必得安息。患難中我能剛強站立，你的愛是我重生的力，黑暗中
堅定於你，眼目專注於你。風浪之中有你同行，不畏懼。我心堅定於你，我靈降服於你，在你懷中平靜安穩，我必得安息。我心堅定於你，我靈降服於你，在你懷中平靜安穩，我必得安息。讓我哋專心聆聽神嘅話。詩篇40章1至17節。我曾熱切等候耶和華，他就轉向我，
垂聽我的呼求。他把我從悲慘的坑裏，從泥淖中拉上來，使我雙腳立在岩山上，使我的腳步穩當。他把新歌放在我的口中，就是對我們神的讚美。許多人看見就敬畏，並且要倚靠耶和華。那倚靠耶和華，不理會狂傲和偏向虛謊的人，真是有福。耶和華我的神啊，你為我們安排的奇妙作為甚多，沒有人可以和你相比。我要宣告述說，他們多得不可勝數。祭物和禮物你不喜悅，但你開通了我的耳朵，燔祭和贖罪祭你未曾想要。那時我說：看啊，我來了，經卷上已經記載我的事。我的神啊，我樂意遵行你的旨意，你的律法常在我心裏。我在大會中傳揚公義的福音，我的嘴唇我斷不會抑止。耶和華，你自己都知道，你的公義我沒有隱藏在我心裏，你的信實和你的救恩我已述說。我在大會中沒有隱瞞你的忠誠之愛和誠實，而你，耶和華，求你不要向我停止你的慈悲，願你的忠誠之愛和誠實常常保護我，因有數之不盡的禍患圍繞我，我的罪債追上我，使我不敢回顧，比我的頭髮還多，使我膽戰心驚。耶和華，求你開恩搭救我，耶和華，求你快來幫助我。願那些圖謀害我、要奪我命的人都一同抱愧蒙羞。願那些喜悅我遭害的人都退後受辱。願那些對我說啊哈啊哈的人都因羞愧而驚惶。願所有尋求你的人都因你而歡喜快樂。願那些喜愛你救恩的人常說，要尊耶和華為大。而我貧苦窮困，主仍顧念我。你是我的幫助，我的拯救，我的神啊，求你不要言耽延。而家係正道，今日好高興有我哋本堂弟兄黃秀清弟兄為我哋正道。今日嘅講題係等候神，有請黃秀清弟兄。弟兄姊妹，你哋好，好開心咧，再次同大家分享神嘅信息。祝大家身體健康，喺主裏邊蒙福。我哋一生當中都會面對好多困難同埋逆境，我哋要點樣面對呢啲處境呢？係咪懷疑、害怕，甚至埋怨神冇幫我哋？有一個信徒，好似倒轉咗咁嘅。好似違反我過去做嘅方法咯，因為傻傻地喎。有一個信徒，佢係幫人做維修工程嘅，後來因為佢嘅膝蓋磨損，大大影響咗佢嘅行動同埋工作，佢就埋怨神唔祝福佢，最終佢離開咗神。另外有一個姊妹，佢好渴慕
做廚師嘅工作。佢同丈夫開咗一間餐館，但係佢嘅工作令到佢唔能夠參加教會嘅主日崇拜，咁所以佢就不斷禱告，求神讓佢可以參加教會嘅主日崇拜。佢禱告咗1年之後，佢意識到佢必須調整佢嘅餐館嘅開放時間，所以最終佢同丈夫都決定喺主日早上佢哋休息半天。實在好難相信，當餐館喺星期日早上停業之後呢，餐館嘅營業額反而增加咗。等候神喺我哋生命中工作，或者拯救我哋脫離困難同逆境，往往都唔係容易嘅，因為我哋都喜歡按自己嘅心意同埋時間行事，唔肯安靜咁樣等候神。然而，以賽亞書55章9節教導我哋，神嘅道路高過我哋嘅道路，佢嘅意念高過我哋嘅意念。咁樣，我哋要點樣喺困難當中同埋逆境當中等候神嘅幫助同埋拯救呢？我今天會同大家透過詩篇40篇同大家思考呢個問題。喺探討今日嘅經文之前，我哋一齊低頭禱告。親愛天父，你曾經喺聖經當中應許，當我哋身處困難或者逆境時，你會成為我哋嘅幫助同埋指引。求你喺呢個時候開放我哋嘅心，讓我哋能夠透過詩篇40篇知道我哋點樣可以喺困難同埋逆境當中等候你嘅幫助同埋指引。奉主耶穌嘅名禱告，阿門。詩篇40篇係大衛嘅感恩詩同埋祈求神拯救嘅詩。有學者認為呢首詩篇係大衛被押沙龍追殺，忍耐等候耶和華拯救嘅時候寫嘅。呢篇詩大致上可以分為2部分。喺1至10節，大衛描述佢點樣經歷咗神嘅拯救，以致佢能夠更深刻咁認識神，願意以生命去回應神，遵行佢嘅話，傳揚佢嘅救恩。喺11到17節，大衛祈求神拯救佢脫離現今嘅禍患同埋罪責。大衛指出，雖然佢經歷咗神嘅拯救，佢仍然係軟弱，經常會因犯罪跌倒，以致許多禍患圍困佢。但佢相信神係仍然會拯救佢，因此佢謙卑咁呼求神搭救他，並使佢離開仇敵嘅攻擊。我哋首先睇1至10節，呢度係講到大衛回顧神過去嘅拯救同埋感恩見證。呢段經文亦都可以分為2個部分。首先1至4節，大衛因為神過去嘅拯救而讚美神。跟住5至10節，經歷咗神拯救後嘅大衛宣告佢要將自己嘅生命獻俾神。我哋而家先睇1至4節。請大家同讀呢4節經文。大衛喺呢度述說佢過去嘅經歷神嘅經驗，佢曾經面對禍患，佢嘅回應係點呢？係熱切等候耶和華。
熱切等候 NIV 譯做 waited patiently， 原文其實就係等候，係強調一段長時間嘅等候。喺呢度，大衛嘅期待同埋盼望終於得到神嘅回應。神將佢從悲慘嘅坑同埋泥淖中拉上嚟，使佢嘅雙腳站喺平穩嘅石頭上。經文話岩山上。悲慘嘅坑同埋泥淖其實係一啲比喻嘅言辭。悲慘嘅坑係象徵黑暗絕望之地，而泥淖就係一堆爛泥，係象徵一啲企唔穩會沉落去，連攀爬都唔能夠嘅處境。所以大衛面對嘅係黑暗絕望冇機會逃脫嘅處境。換言之，若果冇神嘅拯救，佢就玩完啦。神喺呢個時候，喺佢最無助嘅時候拯救佢，將佢從絕望嘅處境救出嚟，將佢帶到一個安全穩妥嘅地方。神唔單止救佢脫離險境，亦都引導佢走向一個新方向。佢同佢先前嘅處境係相反嘅。最後，神將一首新歌，神將一首新歌放喺佢嘅口中。喺詩篇當中，新歌只係喺舊約聖經詩篇同埋以賽亞書裏邊出現，係其實一首讚美詩，讚美神嘅拯救行動。喺新約聖經，新歌唱新歌亦都出現喺啟示錄5章9節同埋14章3節。唱新歌係為咗慶賀被殺嘅羔羊所成就嘅永遠救贖。同樣喺呢度，大衛唱新歌係讚美神，將佢從絕望嘅處境拯救出嚟，目的係使聽見嘅人敬畏神並且倚靠神。換言之，唱新歌其實係一個見證神嘅行動。喺4節，大衛強調依靠耶和華，唔依賴狂傲同埋偏向虛謊嘅人係有福嘅。狂傲我哋都知道係自大，唔肯聽從神。虛謊嘅人其實係指敬拜假神嘅人。神讓困難臨到我哋，唔單止要我哋，唔係要我哋受苦，而係要鍛鍊我哋嘅信心成長，使我哋曉得依靠佢，得以經歷佢嘅慈愛同埋信實，並且對佢有更深入、更真實嘅認識，得以進入他為我哋預備嘅計劃當中。跟住我哋睇5至10節。5至10節其實一個好特別嘅段落。你哋會睇到，當耶和華提到耶和華嘅時候係用第二人稱，咁所以呢個應該係大衛喺大會當中代表會眾向神說話。大衛向神表明心意，佢願意遵行神嘅旨意，並且在大會中傳揚神嘅救恩。佢相信咁樣做係佢向神感恩嘅最合適、最正確嘅方法。喺詩篇45篇，大衛咁講：耶和華我的神啊，你為我們安排的奇妙作為甚多，沒有人可以和你相比。我要宣告說，他們多得不可勝數。但係 NIV 係加上 The things you planned
for us， 就係神為佢哋預備嘅計劃。NRSV 就加上 Your force to work us， 佢為佢哋嘅思念。環球聖經譯本冇將呢兩點譯出嚟。大衛喺呢度係宣告神為佢哋安排嘅奇妙作為同埋計劃，係冇人能夠同佢相比。所以呢節經文亦都提醒我哋，當我哋禱告時，唔單止要為自己嘅需要求，更加要為我哋能夠明白神喺我哋身上嘅計劃祈求。跟住請大家同讀40篇6至8節。呢段經文咧，通常被認為係譴責以色列聖殿嘅獻祭制度。就好似撒母耳記上15章22節，耶利米書6章20節。同埋阿摩司書5章22節，我都請大家讀一讀呢三段經文。我哋睇到詩篇40篇6節，其實係表達咗撒母耳記上15章22節嘅意思，聽從勝過獻祭。呢節經文俾我哋睇到，向神獻祭嘅人唔一定係忠心信靠神嘅人。你已開通了我嘅耳朵，其實個意思就係使我嘅耳朵肯聽從你嘅話，就係順服嘅意思。希伯來書10章5至7節引用咗詩篇40章6至7節嘅話嚟說明主耶穌嘅順服，但係卻係按70士譯本嘅譯法，將但你已開通了我耳朵改為但你為我預備了身體。成為咗耶穌嘅犧牲，係取代咗整個舊約獻祭嘅預言。大衛喺7節宣告佢係信奉呢一個嘅理想。我哋唔知道經卷呢個詞喺呢度嘅意思。咁好多學者都認為係指摩西律法，但係無論點樣理解，都係應該指神嘅話。經卷上已經載下我的事，究竟係指乜嘢呢？咁其實喺詩篇40篇6至7節嗰度，當然係指大衛嘅耳朵被開通後，佢從經卷中看見探及佢嘅事，明顯係指佢所犯嘅罪同埋神公義嘅懲罰。但係喺希伯來書10章5至7節，經卷上已經記載我嘅事，就好明顯係指基督為咗拯救我哋而將自己獻為贖罪祭。
當大衛明白咗神嘅心意，佢就立志遵行神嘅旨意。總結嚟講，大衛喺6至8節係作見證，神冇要求佢獻上祭物嚟贖罪，神要求嘅只係佢有開通嘅耳朵，能傾聽神嘅教導，同埋有一個願意遵行律法嘅心。跟住我請大家讀40章6、9至10節。嗱，我哋呢度OK， 呢度大衛喺大會中傳揚神嘅公義，傳揚神嘅公義福音，見證神嘅公義、信實、救恩和忠誠嘅愛。根據呢個理解，我哋可以知道大衛係喺經卷中睇到自己嘅罪，以及神嘅公義懲罰。換言之，呢段經文亦可以當為等於大衛嘅認罪。佢原本係想隱藏神嘅公義、誠實同埋忠誠嘅愛，但係神喺佢嘅內心裏邊嘅工作帶來佢內心嘅改變，使佢願意認罪、順服、渴望順從神，並公開見證神嘅公義。咁呢兩節經文亦都俾我哋睇到一個真理：真正重生得救嘅人，心裏充滿喜樂，無法阻止佢嘅嘴唇傳揚救恩。佢必定為神嘅公義同埋誠實作見證。跟住我哋睇11到17節，呢度係首先11到12節係講到大衛需要神嘅幫助，請大家同讀11到12節。喺建立起個人忠誠嘅基礎之後呢，大衛向神祈求慈悲。NIV 同 NRSV 譯本都譯作 mercy， 就係不可停止向他施憐憫。大衛冇喺人面前隱瞞神嘅忠誠嘅愛同埋誠實，所以佢能夠坦然嚟到神嘅面前，祈求神以忠誠嘅愛同埋誠實嚟保護佢。誠實 NRSV 譯作 faithfulness， 亦都係慣性嘅譯法，但係 NIV 就譯咗做 truth 真理。誠實係根據大衛嘅主觀態度同埋內心思想，而真理就係客觀嘅事實。喺呢度，大衛其實係為神作見證，所以應該係佢自己嘅主觀經歷，所以應該譯做誠實較為合理。喺12節，大衛向神提出佢呼求拯救嘅理由：不可勝數嘅禍患圍繞我，無數嘅罪責追上我，直到我無法看見眼前
危及我生命嘅處境。呢節經文反映咗一個事實，雖然我哋都係蒙恩得救嘅人，但係因着我哋嘅軟弱，仍會犯罪，所以我哋仍要面對好多苦難同埋禍患。人喺自己嘅罪孽所造成嘅禍患當中，仍然會膽戰心驚、喪失勇氣，甚至唔敢理直氣壯咁樣求神搭救。但係聖經俾咗我哋一個應許，我哋可以求神速速幫助我哋。喺馬太福音6章13節，主耶穌教導我哋應該祈求神救我哋脫離那惡者。喺13到17節，大衛呼求神嘅幫助同埋拯救。請大家同讀呢5節經文。大衛喺呢度祈求神嘅拯救。其實呢5節經文大致上以詩篇70篇1至5節相同。學者們普遍認同詩篇70篇1至5節係一首原創嘅詩篇，獨立嘅，係後來係被改編，適合於用於40篇嘅結尾。13至17節為40篇帶嚟一個出人意料嘅結束。先前嘅內容係表達大衛向會眾見證神嘅公義同埋誠實，以及渴望從罪責中帶嚟種種禍患中得到拯救。但係喺呢度最後呢幾節經文卻係專注敵人嘅攻擊。大衛呼求神開恩搭救佢，佢亦都求神懲罰佢嘅敵人。喺14到15節，雖然有人謀害佢，喜悅佢遭害，但係當佢願意謙卑呼求神嘅幫助嘅時候，情況便會扭轉。大衛喺16節祈願所有尋求神嘅人都歡喜快樂，並且要尊耶和華為大。呢節經文被視為依靠神嘅人嘅祝福經文，正如大衛喺4節嗰度咁講。喺17節，大衛承認耶和華係佢嘅幫助，我嘅拯救。佢向神發出不可耽延嘅緊急呼求。佢滿有信心咁講：我係困苦窮乏嘅，主仍顧念我。困苦窮乏係表明咗大衛係貧困同埋需要神嘅幫助，先至能夠脫離困境。但係佢相信神係顧念佢，所以佢呼求神嘅拯救。大衛知道神顧念我哋唔係因為我哋嘅行為或者有啲咩功德，而係因為神嘅忠誠之愛同埋誠實，並且因為我哋知道自己係困苦窮乏嘅，願意謙卑咁呼求神嘅幫助同埋拯救。詩篇40篇讓我哋有啲咩學習同埋應用呢？詩篇40篇教導我哋點樣等候神嘅指引
同埋拯救。首先，我哋要睇睇自己等候神嘅態度。我有4點同大家分享。第一，忍耐到底嘅等候。40篇1節描述大衛喺絕境當中熱切等候耶和華，直到神回應佢。熱切等候呢個動詞係指滿懷盼望、忍耐到底，但係絕對相信神至終會拯救嘅等候。因為大衛相信耶和華嘅話係正直嘅，佢所做嘅一切都係信實可靠嘅，並且會以忠誠嘅愛同埋誠實嚟保護我哋。請大家同讀詩篇33篇20到22節。喺呢度，詩人強調神嘅子民必須帶住信靠、盼望同埋忍耐嘅心嚟等候神，而唔係驚慌失措地自行作出行動，因為神必會以忠誠之愛去待佢嘅子民。信靠、盼望同埋忍耐係等候神嘅最基本嘅條件。第二，我哋要有堅強勇敢嘅等候。大衛喺詩篇27篇14節嗰度咁講：你要等候耶和華，你的心要堅強勇敢。你要等候耶和華，等候神係需要力量，亦都係我哋體驗信心、勇氣同埋毅力嘅時候。等候神係我哋喺軟弱當中依靠神力量嘅一種方式，而唔係依賴自己嘅智慧同埋能力。加爾文指出，人嘅心靈需要安靜喺神嘅面前，先至能夠理解神嘅計劃，並且喺順服中找到真正嘅自由。呢個亦都係詩人喺詩篇37篇7節嗰度咁樣講嘅。詩人話：你當在耶和華面前靜默無聲，耐心等候他。當大衛逃離耶路撒冷，逃避佢嘅背叛佢嘅兒子押沙龍嘅軍隊進攻嘅時候，佢就表現出類似嘅信靠同埋等候神嘅意願。大祭司撒督同埋利未人抬住約櫃要跟隨佢離開，約櫃係象徵神嘅同在。然而大衛吩咐撒督將約櫃帶回耶路撒冷，並公開表示佢願意等候神嘅復興計劃。撒母耳記下15章25節記載咗大衛對撒督所講嘅話語。佢咁講：把神嘅約櫃帶回城裏去吧。如果我在耶和華面前蒙恩，他會把我帶回來，讓我看見這約櫃和他的居所。如果他說我不喜悅你，那麼我就在這裏，你看他怎樣好，就怎樣待我吧。等候神嘅第三個態度就係順服神嘅一切命令。等候神，順服係等候神嘅一個關鍵嘅要素。順服係信徒對神主權同埋旨意嘅積極回應。
謙卑咁樣接受神嘅時間安排，甘願按神嘅命令同計劃去完成每一件事。亞伯拉罕獻以撒就係順服神嘅一個最佳例子。加爾文喺基督教要義當中強調，亞伯拉罕獻以撒唔單止表現出對神命令嘅順服，更加展示咗佢對神信實不疑嘅信靠。雖然神曾經應許咗亞伯拉罕有好多嘅子孫，但係而家亞伯拉罕仍然相信神會遵守佢嘅諾言。亞伯拉罕願意獻上以撒，表明佢唔按自己嘅理解行事，而係全然順服於神嘅計劃同埋主權之下。最後一點係願意忍受試煉。詩篇41篇1至2節講到大衛面對嘅唔單止係黑暗、絕望、冇機會逃脫嘅處境。若果冇神嘅拯救，佢就會滅亡。所以大衛唔單止拼命咁呼求神，佢亦都用盡自己嘅力量去求取生存，使自己唔至於被淤泥淹沒。好多時，神要我哋等候，係出於佢對我哋嘅慈愛管教。喺其他時候，神要我哋等候，係要鍛鍊我哋嘅信心。無論係苦難或者係試煉，等候神就係信心嘅磨練，使我哋嘅屬靈生命得塑造同埋更新。所以，當試煉臨到時，我哋必須持着堅定嘅信心，盼望同埋定睛於神嘅美善同埋忠誠之外，不斷咁樣向神禱告呼求。最後，等候神唔係全然安靜等候，乜嘢都唔做。我哋必須積極作出一啲嘅行動。我亦都有4點同大家分享。首先，我哋要尋求神嘅同在。在困境中，我哋要不要停止與神溝通，積極建立固定時間與神親近，安靜喺佢面前，透過敬拜同埋讀經默想神嘅話，專心仰望神嘅指引。請大家同讀詩篇130篇5至6節。第二點，專注神，而非困境。好多時我哋喺困境當中，我哋只係諗到自己幾咁辛苦、幾咁慘。困境往往使我哋失去信心，甚至懷疑神。我哋要將焦點從困境轉向神，默想神嘅信實、忠誠之愛同埋大能嘅作為，相信佢必然會拯救我哋。喺詩篇62篇1節，詩人咁講：我的心靜默無聲，唯獨等候神。Arthur Weiner 將呢節經文翻譯成：我的心若專注於神，便得享安息。呢個翻譯反映咗喺困境中專注神，可以使我哋得着平安，信心加增，可以從困境中得釋放。當然，另一點就好重要啦，我哋要真誠
禱告。無論環境係點樣惡劣，禱告係信心與盼望嘅表達。我哋可以透過禱告向神傾訴自己嘅困境同埋恐懼，並祈求神賜力量、安慰同埋指引。最後一點，我哋要透過感恩重塑視野。我哋要記住生活上值得感恩嘅事情，無論係幾咁細小，我哋都攞嚟感恩。感恩能夠打破焦慮同埋絕望嘅心境，幫助我哋從神嘅話語中正視困境，使我哋能夠持久等候神。咁樣嘅生活唔單止係凡事謝恩，亦都包括遵行神嘅旨意，同埋向別人傳揚神嘅公義，並佢拯救世人嘅福音。Martin Rinker 係德國路德宗嘅牧師，佢喺歐洲30年戰爭嘅期間喺 Eilenburg 做牧師。喺戰爭、饑荒、瘟疫當中，佢同佢嘅家人常常捱餓，但佢仍然將一啲食物同埋衣服分俾其他人。佢每天都要主持好多場嘅葬禮，甚至超過50場。喺呢啲咁恐怖嘅境況之下，佢對神嘅信心仍然堅定不移，並且常常獻上感謝。佢甚至寫咗一首感恩嘅詩歌。呢首詩歌後嚟被翻譯成為廣受歡迎嘅讚美詩《齊來謝主》。總結以上所講，我哋喺生活當中必然會遇到困難同埋逆境。等候神嘅帶領唔係容易，等候神基本上係屬靈操練，係我哋靈命成長不可缺少嘅一環。等候神係需要有以下嘅態度：忍耐等到底，堅強勇敢，順服神，願意忍受試煉。等候神亦都有一啲需要做嘅行動，就係積極尋求神嘅同在，專注神而非困境，真誠禱告，過凡事謝恩同埋合神心意嘅生活。我哋一齊低頭禱告。親愛天父，求你幫助我哋看見你係何等偉大、公義同埋信實，而唔再揣測你嘅作為。求你幫助我哋喺身處困難同埋逆境嘅時候，曉得憑着信靠、盼望同埋忍耐嘅心呼求你，相信你會垂聽我哋嘅呼求，並會搭救我哋。奉主耶穌嘅名禱告，阿門。感謝神賜下寶貴嘅話語，多謝秀清弟兄同我哋分享信息。而家係誦讀本週金句，經文係詩篇40章1至2節，讓我哋一齊誦讀。我曾熱切等候耶和華，他就轉向我，垂聽我的呼求。他把我從悲慘的坑裏，從泥淖中拉上來，使我雙腳立在岩山上，使我的腳步穩當。無論從亙古到現在，甚至將來，神都係我哋嘅拯救，係我哋嘅幫助。讓我哋一同學習堅心嘅等候主，信靠佢。
終我宣告，不必怕，因有你同在。別人笑我為什麼等待，因我知道盼望因你而來。耶穌捉緊我雙手，有你的恩典我便足夠，讓我可精心見你面，使我必得見光。耶穌捉緊我雙手，讓我那財寶在天上。愛無神的抱着平安，感謝你為我所編寫的一切。明天怎麼你還是不知道，預想得到的總會得不到。人生走進一片雲霧，出現小事就不見到，何必計較那得失終老？在這幽谷之中我宣告，不必怕，因有你同在。別人笑我為什麼等待，因我知道盼望因你而來。耶穌捉緊我雙手，有你的恩典我便足夠，讓我可清心見你面，使我必得見光。耶穌捉緊我雙手，讓我那財寶在天上。愛無神的抱着平安，感謝你為我所編寫。耶穌捉緊我雙手，有你的恩典我便足夠，讓我可精心見你面，使我必得見光。耶穌捉緊我雙手，讓我那財寶在天上。愛無神的抱着平安，感謝你為我所編寫的一切。愛無神的抱着平安，感謝你為我所編寫的一切。以下落嚟係奉獻嘅時間。奉獻係我哋基督徒對神愛嘅回應，亦都係我哋應該盡嘅本分。如果喺會眾當中有唔明白奉獻嘅意義嘅話，請唔好介意，將個奉獻袋傳開去就可以啦。我哋現在有請兩位司事到台前。聖主心響應，一生信靠，信依主，忠真不止息，心感應，一生敬拜，同讚美，內中讚在全地，同來獻上，全是心中感恩。願在每天可找到主賜下能力，神你恩典不變改，同讚美，內中讚在全地，同來獻上，全是心中感恩，就在每天緊握主得盼望能力，神你賜應許不變改，神我要一生倚靠你，同讚美，內中讚在全地，同來獻上，全是心中感恩，願在每天可找到主賜下能力。
頌讚在全地，同來獻上，全是心中感恩，就在每天緊握主，得盼望能力，神你賜應許不變改，神我要一生倚靠你。請大家一齊低頭為到奉獻禱告。親愛嘅天父，我哋要感謝讚美你，因為你就係創造宇宙萬物嘅獨一真神，你滿有恩典憐憫。我哋要多謝你，因為你揀選我哋成為你嘅兒女，得着你寶貴嘅救恩。神啊，我哋要回應你嘅大愛，我哋獻上微小嘅金錢，求你悅納，亦都求你教導我哋每一日將我哋嘅身心奉獻俾你，要係為到傳揚你嘅福音。求主你賜教會有聰明嘅智慧嚟到去運用呢啲嘅奉獻，要係將你嘅救恩嚟到去廣傳，使到更加多嘅人能夠得到呢個寶貴嘅救恩。以上簡短而不完全嘅禱告，係奉我救主基督耶穌得勝嘅名求，阿門。以下係由中信興執事為我哋報告，同埋帶領我哋念主禱文。大家好，感謝主啊！我哋有位新嘅朋友喺我哋當中喎，叫 Lily， 我哋歡迎佢啊，同埋送一份禮物俾佢，係啦，希望佢下次繼續再嚟嚇。咁而家係報告，咁咧就牧師咧放年假去到6月26號，咁咧如果有乜嘢嘅咧可以聯繫啲執事啦。咁聖餐主日咧就會喺下個星期日。咁請弟兄姊妹咧就預備心靈去領受聖餐。咁祈禱會星期三都係照常係8點鐘嘅。咁兒童主日學同埋小事紅遊戲組嘅侍奉咧，而家鼓勵有意思嘅弟兄姊妹參加侍奉嘅，請你哋喺6月14號前報名去表達你哋嘅心志。報名表格放喺呢個教會嘅報告板上邊。咁安祥教會咧落實嘅日期係喺6月30號。喺呢個日期之後咧，只有符合安祥教會要求嘅肢體先可以侍奉。如果弟兄姊妹有啲唔明或者有疑問嗰啲咧，請可以聯繫我哋嘅依法姊妹，可以問得更加清楚啲。咁然後咧，愛心部隊嘅奉獻咧就會喺6月7號至呢個收嘅。咁所訂購嘅愛心部隊咧，就會喺7月12號去派發。另外咧就6月8號嘅成人主日學嘅課程咧，就會係喺有 A 咧就係基要班啦，咁就會係價值觀嘅重整。就如果有弟兄姊妹可以聯繫我哋嘅Elizabeth 姊妹去報名。咁前先之書咧，就係啟迪生命歷史嘅之光，亦都係我哋嘅KK 傳道，可以聯繫佢咯。咁然後咧，而家咧就有少少嘅報告交俾Alan Wong， 係講下呢個嘅呢個宣教嘅嚇。弟兄姊妹平安啦！咁我都代表宣教部有少少嘅報告。因為我哋今年2026年咧就宣教嘅基金都有啲調整啦。即係因着教會嘅 finance 啊咁樣各方面，咁我哋就會過往我哋如果大家有印象嘅話咧，我哋都會有支持2個嘅宣教機構啦。咁我哋而家就決定咧就淨係支持宣教士嘅。
咁咧就唔會再支持嗰個宣教機構噶啦。咁同樣啦，咁我哋就都好感恩啦，因為我哋都加咗兩個嘅宣教士嘅支持，因為咧就佢哋呢兩位咧就都係喺我哋自己教會出嚟嘅。咁一個就係阿 Jo 啦，我哋即係英文堂即係之前嘅執事啦。仲有一個就係 Uncle John 嘅嗰個仔啦，即係阿 Johnson 啦，咁佢哋即係一家人咧已經去咗宣教嘅工場噶啦。咁我哋而家一共咧就你見到咧有6個嘅宣教士嘅。同樣啦，我哋就即係過往嘅即係嘅基金，我哋就即係調低咗啦，調低到去到即係26,000啦。希望當教會嘅即係財政嗰方面會比較好啲，我哋都可以即係會調升翻啲啦嚇。咁即係因為即係我哋都希望可以支持更多嘅弟兄姊妹，讓佢哋能夠可以即係去做宣教啦嚇。咁都希望弟兄姊妹去支持啦。咁同樣啦，咁就因為咁嘅時候咧，我哋就會增加咗多一個奉獻箱嘅。咁個奉獻箱我哋而家暫時會擺喺即係個 AV 台隔離嗰度。咁如果弟兄姊妹如果即係心裏邊有感動嘅，咁你哋就可以擺即係呢個擺喺個奉獻箱嗰度。咁當然我哋即係希望即係宣教嘅奉獻同埋即係常費係分開啦，即係我哋即係呢個額外嘅啦。咁我哋就將即係希望能夠即係唔會讓到教會嘅即係財政上邊即係有太大嘅負擔啦。因為如果喺我哋自己即係宣教嘅基金，如果收唔足嘅話咧，其實都會喺教會嘅常費嗰度咧攞出嚟嘅。咁即係以至到我哋可以即係擔保到，即係我哋支持嘅宣教士能夠可以收到即係佢哋即係需要嘅奉即係咯，即係嘅支持啦嚇。咁就另下一個 slide 唔該。係啦，就即係睇啦講到呢度。咁除咗我哋即係金錢上面嘅奉獻，咁我哋當然都要去為佢哋禱告啦。咁下一個 slide 唔該。咁係咯，咁我哋而家又開始翻即係每個月嘅即係宣教嘅祈禱會啦。咁係即係喺每個月嘅最後嘅禮拜5嘅。咁喺 Zoom 嗰度，咁都即係好歡迎啦，同埋歡迎弟兄姊妹去參加啦。即係唔會超過1個鐘嘅啫。其實我哋而家都即係將嗰個陣量係即係縮短啦。咁樣我哋基本上咧就呢個嘅祈禱會都係即係專注喺為我哋支持嘅宣教士啦。咁我哋都會每一次都會揀一個國家去即係會為呢個國家嘅去祈禱嘅。特別即係喺佢即係喺個為到即係佢哋喺當地嘅宣教士啊，即係佢哋嘅即係咁我哋就會有一個即係個 video 啦，即係去介紹下呢個國家嘅即係嘅情況啊，即係宣教嘅情況啊咁樣。咁係咯，咁就都如果你哋未嚟過嘅話咧，我都好即係好誠意嘅邀請你哋去參加啦嚇。咁係咯，咁我哋都會即係到差唔多到最尾這個禮拜嘅禮拜5嘅時候，我哋都會即係會提醒大家弟兄姊妹，即係咯，希望弟兄姊妹都能夠可以參加啦，係啦。咁而家請大家起立，我哋一齊咧就誦讀呢個指禱文。有冇打出嚟？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兇惡。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你的，直到永遠。阿門。
然後默禱散會。